观众朋友，大家食饱未？老师平安。万千平安。咱来看卖啊吼，老师后壁这真水哦。听讲迄个老师伫欧洲翕的吼。因为路边旷野，足侪所在拢有鸦片花，鸦片花有足侪款啊，拢真水。毋过即伫台湾无得看。是吼，咱今仔要来讲，为什么台湾无遮尔水的花？啊来吼，我看，咱来看后壁，我的后壁，这是啥物厝？后壁草厝，啥物人要去住草厝？迄是竹仔起的厝啦。竹仔起的厝，有人爱住草厝。哦，原来是原住民。大家会记得这是倒一个族的无？还是要看卖啊？吼，咱有讲过哦，即个族的厝吼。竹拿摇动，咱讲竹拿摇动，都有竹拿。对，啊，佫有顶礼拜咱讲的台语的配音，看到最后较有公布答案吼。所以咱今仔要来讲吼，毋免惊啥物，吼啥物毋免惊。强权就讲，若毋是下道理的，就毋免惊。是啊，吼，我最近嘛去用迄惊，人个走来我面头前，大声讲：你是一个公吗？所以咱今仔要来讲另外一个公吼，到底咱是啥物国的吼？有的人就讲，你是公吗？你出世的所在，迄个敢是一个国家吼？最近世界嘛，足侪所在吼，有一个所在咧战争的所在，嘛是去互人问讲，你这敢是一个国家吼？到底咱的国家伫倒吼？咱观众朋友来啊！明辉你好，美秋你好，美华你好。哦，对，伊讲足水的花，这有算花痕。花痕。草厝嘛有迄个草厝。迄个是迄个草厝对，这其实是鸦片所以咱要来复习之前讲过哦，大家佫会记得咱第一摆讲的。第一摆讲就是讲第一个来台湾的宣教师是荷兰的甘志士有无？是。因为伊是互东印度公司派来，派来伊讲敢若会当做荷兰人的牧师，袂使传福音互以外的人，别国的人袂使。为什么讲安尼呢？因为若要传互别国的人有因家己的宗教，因家己的宗教可能会反抗。对因东印度公司要做生意就变得更加麻烦，所以规定讲宣教师袂使传教互外国人，伊是安尼规定啊。毋过，甘志士迄个牧师呢，伊坚持要搬去甲西拉雅，就是讲台湾的原住民，就是新港社甲因做伙住，学因的语言，食因的饭，讲因的话，然后用因的话讲道理互伊听。这是伊啦，因为伊安尼拍拼，伊无管因家己的利益，就是讲因国家的利益就无管，因为伊的国是属于天国的，所以伊就听上帝的话，所以伊伫遐发展真大，对新港社后来就扩大到其他的麻豆啦、小龙社啦、是马家寮啦，还是大马港，逐位4苦连长。拢总传福音，这是第一个宣教师咱讲的第二个嘛是佫有，第三个嘛是佫有，第四个。所以因支持的是啥？是上帝的国度。伊较无爱尊重家己的，毋是讲无尊重，就是讲把迄个利益，把迄个利益看做赢过上帝的国度，安尼就毋好啊，毋是宣教师所要做的代志，就讲人的社会、人的政治，到底袂当赢过上帝的法度。是，所以伊甘愿去住即个草仔厝，这草厝应该是中心伫迄个国度，是。
所以第二个就是马阿国，片哦，阿片花真水哦，啊，佮有做者款边仔一条阮阿片花，啊，我的阿表阮阿片花，迄拢是阿片花，拢会当制作阿片。马国伫第二届当去英国诶时候，伫伦敦举行一届国际宣教会议啊，对英国伫宣教会议就讲要安怎宣教会当较好，啊，伊就想迄阵伫迄个所在演讲诶人有带伫圣人知影伫第六个嘛，爱班明啦、马雅国拢伫大会中发表演说，啊，最后一个演说诶是马雅国，啊，伊就讲吼，伊讲一句话，咱真重要，咱来看讲，千百万诶中国人伫遐受苦，受苦诶意思是讲，因拢食鸦片，啊，拢逐个人拢破病，拢倒伫眠床，也袂当创啥，干那会晓食鸦片，哦。遐尼济几千万人台湾咧受苦，台湾人有哪共款啦？迄阵台湾是受清朝管嘛，所以台湾诶好个人，也是讲做官诶共款拢食鸦片。啊，马雅国伊咧讲哦，讲咱怎样伫英国无代志，你讲你看人咧受苦，啊你伫遮恬恬无讲话，无出声，无代志，伊讲咱着起来，伊着。呼吁英国人讲，咱着起来反对遮尔大诶罪恶，因为伊甲鸦片卖互台湾，卖互中国，这是一款罪恶诶代志啊！照圣经写诶是袂使安尼做，所以我讲，一个人，一个宣教师，伊毋是因为着伊家己国家诶利益来伫遐无杂无杂，像即摆有一寡国家吼。为了因国家诶利益，啊，就一直咧拍迄个，伫打压迄个小国，安尼是毋好诶，是无需要安尼啦，啊，讲因国安尼做毋好，所以这是一款重大诶罪恶。啊，因为伊讲了马雅国演说了，大会就通过反对鸦片诶贸易，就是讲鸦片无搁进入中国。所以伊无卖中国人鸦片，因诶损失是真大啦。因为鸦片真好做，真简单诶代志啊，真好趁啦。啊，伊咧用即条路家己登去，但是因诶宣教师诶良心，即款诶良心来讲，因惊诶是上帝国，毋是人诶国度。咱即摆有做者爱国基督徒，就是讲为着因诶国家啊，一寡白菜落来咧讲，安尼就毋好啊。对，就是为着要趁钱吼，啥物拢毋管，就是讲当做无看去安尼，人做歹代志当做毋知影，因为无趁无钱吼。所以到今仔日台湾抑个应该是抑个禁止种鸦片。既然禁止种鸦片，当然就无鸦片花人好看。毋过鸦片真好种啊，真水吼！我看我来找看觅路边就发出来。路边就有，所以我拢毋知影有可能我有看过。我这你看我翕诶所在拢路边，拢毋是人雕工种诶，拢家己会发出来，做野草野花共款。是诶，路边，这就是路边翕诶啊！这是一个旷野，一个旷野诶所在翕。是明辉讲诶吼，每一工真正拢有人为着利益，来无迄个无正义，来就是其实吼，最后拢无好诶下。所以鸦片伫遐禁止落来吼，咱知影得无？来，咱阁讲另外一个吼，就是甘伟林，咱讲过甘伟林牧师，伊后来去中华要去教会，伊伫中华诶西门诶所在有找着两间店面，着甲因做好势啦，讲好啊，就是要做礼拜堂用，拢讲好，开始要。伫遐要开始做礼拜堂诶时，迄个地主煞反悔啊！反悔原因就是讲伊诶厝边头尾知影讲迄是要做教会足侪人因为宗教诶无共款，信仰诶无共款，伫遐反对，反对迄个地主的
反对讲无爱互媒人啦，伫遐就发生问题啊，发生问题要安怎办？伊就去甘为林牧师就走去找馆长，迄阵毋是叫做馆长，就是彰化县上大迄个官啦，咱即摆甲伊当做馆长好伊就去找馆长，去找馆长是无拍算拄着迄个馆长是啥人，你知影无？咱较早毋是伫屏东有发生一个美国的树呐美如河的商船，要用诈骗的机要领保险金，要甲政府讨赔偿，讲伊的船原住民甲伊抢，甘为林伊看着讲这是无影的代志，所以伊就勇敢徛出来做证人、做见证。因为伊拄仔伫屏东有看着，伊讲迄只船无人甲伊抢啊，是伊家己要用掂落去。伫遐伊就做见证当然政府就是讲屏东县的县长啦，伊就安尼来无互迄个商船甲伊告甲赢，所以伊就安尼来感激，就是讲真多谢甘为林牧师敢讲即款。但是你想看觅，甘为林牧师伊是一个白种人诶，美国船嘛是白种人诶，伊无为因诶白种人有那是为着实在诶代志，实在是安尼就是安尼。你什么人拢共款，因为伊所惊诶，也是讲伊诶国度是上帝国，毋是美国、英国，拢毋是安尼，所以会当听台湾人听诶入迷，就是因为伊知影人拢是平等，所以伊将伊诶性命拢奉献互台湾的甘愿。这是即件代志，因为拄着即个中华县长拄好是较早伫屏东做过县长诶，所以伊就一概甲伊讲好，这无问题，我甲你处理。伊就甲即个代志处理好，处理好以后，就伫遐建立教会。即间彰化教会建立对彰化基督教病院后来建立，甲足些基督教伫彰化附近中部教会有足大诶帮助，因为对遮生出真侪咱就去慢慢甲伊研究了，知影即间教会伫遐建立是非常诶重要。这是上帝来事先就备办一个讲以后要拄着诶代志，提早来互伊发生，互伊对甘为林牧师会当去帮助着政府。伫即个所在，甘为林需要政府来帮助的时，政府就出面甲伊敲即件代志，这是上帝安排。所以这是八当前的传好诶有当时咱会感觉讲这哪会遮尔久？咱可能想要做一项代志，结果拢无成就，等足久了就拢袂记啊。但是上帝无袂记伊借着即个八当前发生诶代志会当起一间遮尔水诶教会。很好诶开始所以咱讲福音是毋管啥物国家对无？无咧管人诶国家、人诶政府，人诶政府袂敢赢上帝诶政府所以讲毋免惊大官，你大官毋免惊就对啊。你正确诶就爱勇敢甲伊做，因为上帝做你诶靠山。所以伫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50节兄弟啊，我讲迄去诶肉体袂会承接上帝诶国，会朽烂诶袂会承接袂朽烂诶，就讲会烂去会歹去诶物件，无法度承接袂歹去诶上帝国诶物件。这肉体袂当承接上帝诶国，毋免要求肉体享受啦，这意思是安尼。来罗马书14章17节讲，因为上帝诶国不在啉食，毋是因为你啉食是地义甲平安，
甲你圣神的欢喜，就讲你因为你圣神伫你的心内，你得到欢喜，这是重要诶。啊，甲你的平安，是你会当食偌好，穿偌好。哦，上帝国不在啉食，毋是讲你信上帝，啊，就互你食足好，啉足好，毋是迄个意思。都有钱。对，嗯即群人拢会讲，哦，你会信上帝，你就会做有钱，做大官，这毋对啊吼。好食。上帝国毋是安尼，是伫平安，甲伫圣神的欢喜。虽然你无真好个，毋过你的心平安，你的圣神咯，就讲你的心灵欢喜，这就够了。啊，来尾啊，若讲路加福音，这是路加福音的圣经吼，17章21节也未讲的，这是耶稣讲的话啦。耶稣回答。也先问伊，伊讲也未讲伫遮，也是讲上帝国哦，上帝国伫倒位咧？未讲伫遮，也是伫遐。你袂当讲伫遮，也是伫遐，因为上帝国是伫恁的内心内中啦。上帝国毋是伫遮，毋是伫遐，是伫你的心内，是你的中间。即文。就是每一个人，观众朋友，上帝国伫恁兜安尼吼，真是吼，毋免去找别人来讲你的国伫倒安尼，就是讲有的人可能会感觉，你即个敢是一个国家，毋知影吼。但是台湾敢是一个国家？是，有人会呛声，我最近去互呛声呢吼，所以这不要紧吼，无重要。但是呢，讲上帝国吼是上重要的吼，因为咱无论去到叨位，拢即个国拢是永远伫的吼，而且是上帝心灵的哦，安尼是毋是最重要的？啊来，观众朋友，恁敢会记咧顶礼拜讲的即个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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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讲的八音吼，是倒八？对，几个字吼，你会晓无？讲着。咱今仔日要来特别请老师讲即个什么？一个下，休暖下，你下我下，这个别是我下，你下。就是讲八音嘛，因为吼，咱拢袂记了迄八音，安那写？第一个音读做 A。就讲你甲你 A 去吼，有无 ？A 哦，即个人真 A，第二音啊，第三个讲 A，然后讲叫人讲 A，哦，第三啊来第四个 A 拍 A 啦，台湾话有一句拍大个就拍 A，啊来 A 就是拄则咱讲诶。讲是会休暖的，讲袂暖的，会暖的，即个休暖的。遮嘛有一个下呢。我讲迄个迄是下哦，因为后壁有弱体有弱，所以下爱变做第七音，有弱体下弱体，下变做第七下。上帝的国，上帝。你若讲上帝，安尼就是讲第五音下。安尼讲上帝国，迄是下第一变音吼。啊，以后甲咱讲变音，咱今仔日免讲啊。是，所以就是下，最后迄是下，就是讲即条路真下，还是讲即领衫真下，我穿袂落去。是。大概有发现第二音和第六音其实是共款的吼，是共款的吼。啊，伊读法咯，你看第二音甲第八音的，你爱会晓分哦。你是即个人真哦。来，迄是即无共音哦。这来跳起来。即两个就是讲真很窄啦吼。真正三真迄是很矮。啊，即个第二个是咧讲我，讲你做真是
看即个衫诚矮，无啥啥，无啥共好，安尼，观众朋友，恁会晓啊话，后礼拜佫继续考试吼。咱逐礼拜拢复习一点点啊吼，会记诶，这是安怎用诶吼。拄好即礼拜咱嘛做者拄好讲着 A 吼，上帝会讲吼。好，安尼共款吼，后礼拜一个下暗。咱台湾的8:10分，泰国7:10分，澳洲下晡1点吼。阮即阵今仔已经到1度、2度吼。看后礼拜迄个搁较寒无吼。是，咱嘛多谢观众朋友吼，同咱做伙来讲台语讲台湾的故事吼。第2空第6共款吼。赶快拢相像，其实是相像，为着要读较好读，毋知影吼。后尾为着要较顺，所以加一个音啊。所以其实台语敢若7个音尔吼，但是阮拢会讲有8音着，读起来是会读8音。好啊，即个节目是泰国的跳舞基金会跟台湾的老师、台南新教会的。做伙来主持诶，欢迎你会当介绍朋友会晓听还是袂晓听台语诶吼，拢来学吼。我嘛是希望来会当搁较听家己诶土地啊，而且呢，家己诶土地呢会当有啥物上帝国伫中吼，会记家己试一个赞哦。好，多谢老师，多谢观众朋友，咱下礼拜再会。